高雄的桃园区昨暝落大雨，这溪温泉附近的停车场崩山，迄当时是有15个人伫温泉因为路灯去，游客嘛掉伫山区。今仔早起，六股区公所就派机械去处理伫中道就已经抢通了。石头土沙将路挡掉的，无法度通行。高雄桃园区七溪野溪温泉附近，13暗时落大雨，造成下骹停车场另外道路山壁崩落。迄时阵有15个人伫温泉区，其中11个人本来就准备露营，但有2台车4个人想要离开，煞因为安尼受困。晚上比较大，所以它会有暴涨一下，然后现在都又好了，来得快，走得快。2台车要出来，4个人要出来而已啦，其他的人都在那边扎营。他就说人都很好，都没事啦。透早，东兴机构来到现场，根据了解，七溪温泉伫桃园甲六股交界，地点真远，风挡掉的道路平常时主要是六股农民伫行，则是由六股区公所调机构来协助抢通。其实它瘫痪的量不是很大，所以在中午前应该就是可以抢通。山上的道路状况本来就是不比平路啦，遇到有台风或者是下雨的时候，就很容易发生瘫痪的情形。怪手无用清理路面，经过大约2点钟抢通，石头清了差不多。区公所赶伫中道已经抢通道路，互受困民众会使离开。公司新闻陈环武、面交管高雄报道。